傳譯嘅福音係咪呢？福音都係最好嘅消息，比亞沙嘅消息有個好嘅消息，因為在福音裡面，自家係真正熱條心相信嘅，自家得到上帝嘅恩典。約翰福音36節按樣人講到，因為到上帝嘅愛安排對呢個世間，世間有乜嘅呢？世間有是個人類嘅罪寫。最寶貝在上帝嘅面前，嗱，睇聖經講，因為到上帝嘅愛安排對於呢陽間，因為到佢派嘅嘅單隻安娜，派嘅嘅例子，所以係按到耶穌基督，為了乜嘅呢？每一人相信佢唔會得到滅亡，但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意思嚟講啦，上帝嘅愛安排對呢個世間嘅人類，佢派耶穌基督單隻例子嚟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三日引起嘅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每一人相信佢啥，唔會得到滅亡，唔會得到處罰。嗱，呢個羅馬書3:28節，按樣人講到，因為當我到使着信心裝嘅人類得救，人類要變對嘅人，要變一隻義人，因為到用信心，唔係自家做來，唔係自家去簽來，唔係自家能力簽來嘅，自家要對在上帝嘅面前，自家要對，要得到信義人，上帝嘅面前，自家唔係錯，都係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做本自家，唔係自家單殺做來，自家要對，上帝做本自家，自家要對，透過佢嘅恩典，透過佢嘅死，透過佢嘅生命，犧牲本自家，自家相信佢自家嘅救主，自家能得到對人，得到義人，自家嘅身份，係人相信呢個福音，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你心中你相信，你求你信任耶穌基督係你救主，係你上帝，你就得到呢個恩典。阿門。